要寻找那个歌曲啊，到歌会调记那个一般流行歌曲，在这个歌曲名称前面加井字哈，然后在自己频道社群贴文发布以后，然后来点按超连接。来，现在要找第7项，天星伴天涯。天星伴天涯，有时候会整个是 YouTube 的那个影片资料库目录，有时候是这种画面。那怎么加入播放清单？点按画面右下角3个点，然后来第2项储存至播放清单，来等它出来，来勾选第2项，这个先建立好的播放清单名称，按完成，这样就。